侪运随机杀人的案件，造成4个人死亡，11人受伤。警方讲这是个人犯案，排除恐怖攻击。暗内东北季风增强，会较淡湿、较凉冷。下礼拜北部、东部会落雨，温度可能干那14度。中一代伊斯兰国 ISIS 恐怖组织攻击美军，造成3个人死亡。美军19报复，空袭叙利亚 ISIS 的基点。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20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昨昏暗时有一个查甫人叫做张文，伊伫咧台北车头甲捷运中山站牵烟雾弹，甲人攻击，造成包括伊在内4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警方调查发现讲，由于今年年中就开始咧计划，研判无其他的共犯，是个人随机杀人的案件，而且嘛排除是恐怖攻击。烟雾茫茫，阁有一个人倒伫路架，北捷的员工赶紧协助。19暗头5:23，台北车头 M7的美苑连通道，互人等烟雾弹。报警！快点报警！暗时6:38，捷运中山站外口有人牵烟雾弹，拿刀攻击一个机车技师，搁再进入8个公司。警方追查确认，2个案件拢是27个张文所做。远警有追缉这个嫌犯到诚品南西店的顶楼，然后到了顶楼以后，远警出去探看的时候，发现地面上有他脱下的装备跟衣服，但是没有看到人。他从顶楼再往下查看，发现嫌犯跳楼。张文那想要倒追跳楼，抢救了不治，却也造成3个民众死亡，11人受伤。外界质疑台北车头作案了后，张文按地下街行路转去旅社，搁再到中山站，有1点钟久，为什么警方无阻止？发生了这个案件的时候，第一时间还没办法确认这个嫌犯的一个身份。那未来我们对于这个状况，我们也是以这个作为案例，未来会做勤务更精致的一个部署。警方嘛查到19下晡3:49:54，张文伫林森北路甲中安东路放火，造成汽机车烧掉。4:05到4:55，转去细厝的所在搁放火，了后再去台北车头甲中山站犯案。这个期间，张文拢总变装5摆。另外，扩大确认监视器，张文17路按公路细厝的所在，去成品附近的旅社住3天，拢是行路甲骑机车无和人接触。警方讲，按张文的分间空间发现，今年年中伊就开始计划犯案，分段物件所在攻击地点，甲案发的所在完全相像。另外，伊无留笔记簿，无留什么文字，伫网络社群嘛无激进的言论。我们从他的存取的权限跟编辑的记录，都确认是同一个人。目前没有发现有共犯。他的动机，我们现在初步查证是属于个人随机的袭击的杀人案件。警政署长张永英讲，初步排除恐怖攻击，因为犯罪证物有真侪危险的物件，会做全面调查来了解犯案的动机。另外，随机攻击事件了，陆续有民众去北捷 M8地下1楼通道，甲成品南西店外口献花悼念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随机杀人事件的嫌犯张文，落尾手是跳楼死亡。警方讲已经2年无甲厝内联络啊。原来伊用过捌是空军的志愿役，不过因为食酒塞车去互死掉，后来因为教条无去，搁去互通缉。有学者讲，这个事件可能互伊感觉真励志，而且无情感的支持，最后用这么极端的手段造成悲剧。张文的爸母坐警察车到台北市第2殡仪馆，2人伫脖仔甲喙暗手牵手入去小严加解剖中心，对着媒体问题，什么话拢无讲。有跟儿子的近况吗？检察官再去进行小验，对着后生涉嫌杀人并且死亡，2个人离开时赶紧行上车，医院拢无讲话。有想对死者表达什么吗？27岁张文旧厝伫个桃园杨梅，根据调查，厝内底有爸母阿兄。警政署指出，伊伫旧厝的物件真少，也真久无甲厝内底人联络。了解这个嫌犯跟家里已经2年多没有联络，嫌犯自幼就对枪支武器就感到兴趣。伫个台北车站附近的巷仔，张文对伊家去伫遮租厝。
附近的小食店有店员讲对完全无印象，也有人讲伊捌来过若摆，点过15粒的韭菜水饺，抑过话无多，互人印象是真冷。因那伊对网络所买的部分犯罪工具，这个事前的计划甲后来行动是拢有符合。像台北车站或者是诚品南西店，还有纵火的地点，都跟他的计划是吻合的。详细计划也包含要伫中山站攻击张文山地站边的千惠旅馆提早起大。警方讲无查到伊有任何的信息，无讲到讲要展开攻击。不过对厝内底人遐知影讲，伊因为啉烧酒赛车，互态度空军机关摇了后，敢若就开始甲自我孤立起来了。喝酒以后被辞退以后，后来就跟家人没有联络，所以以前都蛮正常。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其他的言行的这种思想的主张。学者认为空军志愿役防态度也佫无换这个户籍的地址，造成无受到教育调责任，防通缉。一连串事件就有可能，互伊感觉有真大的打击感觉，伊佫伫欠缺心理的支持下，选择采取这款极端的手段。心理的挫折感，还有一些自卑感。我觉得还有很多是长期社会经验受挫的这个过程，长期的累积的心理压力。就犯罪学的学理来看的话，就是说，第一个是他的内在的压力，他没办法排解，最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孤狼式的反社会人格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展演式的一种犯罪事件。监视器所翕到张文大部分是孤身一个人，伊却是选伫人真多的闹热的所在，家己一个人犯下杀人行动，伫大家目睭紧紧之下夺走别人的性命，也赔偿家己的性命，为社会留下集体阴影，甲民众对着无辜死伤者的哀悼之情。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随机攻击的事件了后，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去病院关心受伤的人，嘛指示爱提升快打部队的能力，加强戒备。另外，今仔日伫咧新北芦洲三民高中捷运站外口，有一个查甫人大声喊讲伊有枪，去互顺道的警察当场随抓起来。总统赖清德喙大嘴炎，和台大病院院长吴忠仁、卫福部长赵忠良做伙来探视受伤的民众，慰问家属，哀悼不幸罹难的民众。总统嘛对伫这件暴力攻击事件内底勇敢的民众表示感谢甲敬意，嘛指示警政署爱提升快打部队的能力，到反恐战级。一定要加强部署警力，而且快打部队，一旦有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及时发挥功能，让民众可以得到保护。事件造成4死在以上，台北捷运讲新中山到双连线运公园彩顶甲中山站4号出口，梦幻圣诞树按今日开始到2日3天5点起表示哀悼。警力的部署一定是要让民众看到。台北市长蒋万安来中山站、中山地下街双连站视察慰安经历，因为最近台北市有马拉松跨年这款大型活动，蒋万安讲各商圈甲人多的所在戒备升级。另外，亲像跨年，警察局已经规划派霹雳小组，另外还向中央申请相关的保安警力。对于接下来大型活动，包括路跑、演唱会，我们也是全面升级戒备，必要我们也会有包括安检门等相关措施。不管是中央跟地方的紧密结合在一起，更强化整个警力的部署的密度，让欢乐耶诞城能够办得顺利。新北欢乐圣诞城，刚刚会当看到警员提长枪咧巡逻，校友仪来指挥所了解慰安的情形，讲会强化圣诞城的警力部署，各地当咧加强车头这块所在慰安。芦洲三民高中捷运站出口，第二日佫发现有查甫人大声喊讲我有枪，引起大家惊赢。干什么啦？警方多巡逻警戒，赶紧去甲关心，不过查甫人反抗，警方只好强势该制服，上手铐逮捕，依照恐吓公众罪上法办。记者综合报道。拜六礼拜活动是不了济，各县市拢加强戒备。日本各高校吹奏部今仔日下晡甲屏东3间学校交流演出，警方嘛分区巡逻。另外，台南今仔日暗时有耶诞节演唱会，现场除了增加警力，嘛加采监视器，维持安全。警察局长亲身出马，针对20万的圣诞晚会执行勤务教育慰安部署。除了加强一些行政警力以外，我们还有一些霹雳的一个小组的一个成员，还有包括刑事警力，包括警民力都来协勤。
台南圣诞跨年系列活动，头一演唱会伫永华市政中心广场举办，早起就民众来遮占位，警方嘛一直来巡逻。看到警察，我们就会比较更安心、更安定，参加这个快乐的活动，蛮好的，就比较安全一点。对。但有鉴于台北市发生这个令人不愉快而且伤心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加强戒备。我们也会请警力加派警力在现场。看到警察来巡逻，民众加少安心。场地4颗礼嘛装监视器，要保护参加活动的民众。市政府嘛提醒民众讲，要注意敢有奇怪的人，随时提高警觉。从叫做甘仔式恶魔的日本京都剧高校的演奏乐部，搁再度来台湾，和屏东女中美和科大、南明国中3个学校交流演出。因为落雨，场地按屏东电竞场刷去潮州出平场，民众野雨伞排队入场。屏东警方嘛提高维安规格，规划区分为内外2区执行安全维护勤务，并将警力由原本的10名增至20名。面对年底大型的活动，各县市拢严格咧巡检，就是要确保袂阁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顶日伊斯兰国 ISIS 恐怖组织攻击美军，造成3个人死亡。也那美军伫咧当地时间19展开报复，因空袭藏伫咧叙利亚中部 ISIS 恐怖组织的据点。也那约旦嘛有参与这一届报复的行动。天也未光，美军就出动战机分批出击，目标是叙利亚中部的伊斯兰国 ISIS 恐怖组织的据点。外电引述美军中央指挥部的消息讲，包括 F-15A 战机甲 AH-64阿帕奇直升机，拢有参加这摆的行动，向地面牵超过100粒的精准攻击武器，空袭70外 ISIS 地面目標。We hit the ISIS thugs in Syria who were trying to regroup after their decimation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5 years ago. We hit them hard. I ordered a massive strike on the terrorists that killed our 3 great patriots last week. 2 soldiers, 1 interpreter. 受到 ISIS 攻击阵亡的2个美军，威廉·霍华德甲托雷斯·托瓦，属于来自爱荷华州的国民兵部队。同时，爱荷华州的别名是勇敢，所以这摆空袭的行动大号叫做勇敢防暴作战。事实上，美军伫叙利亚清扫 ISIS 所存势力的行动，早伫7月就开始啊。这半年来出动将近80摆，逮捕119个 ISIS 成员，拍死14个人。同时，美国和民国的执法单位嘛合作查到在一件 ISIS 使死的恐攻计划。根据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料，不占领叙利亚甲伊拉克控跨范围的 ISIS， 目前所占的所在，敢若剩地图顶面这个1 PPI 2地区域。这个所在伫叙利亚中部沙漠地区，2000年古城位置帕里米拉姆湾远，这个排伫世界遗产的古城，伫 ISIS 占领期间受到大量的破坏，敢若像咱所看的这块壁甲条啊，公视新闻是嘉玲编译。咱继续来关心台北随机杀人事件了后，即马网络顶开始出现有恐吓的图文，有人喊讲所落来会攻击高雄车头，甲台中的新光三越。警方一个追查内发现，这拢是境外 IP。另外，伫咧小港今仔日传出那像有人牵烟雾弹，落尾手发现是希准发烟的信号弹，目前已经抓到人啊。20透早点外时阵，小港区高雄路甲营口路口一阵白烟一直散开，又拄啊是台北车站，互人掀烟雾弹，随机杀人案件，咱后无偌久，民众赶紧报警察。警消随到现场，伫附近的空地啊，发现2罐已经烧完的希准救来用的普烟信号发烟筒。当时他迷醉，所以无法确认说是否他所为。那我们回来调监视器之后，确认他是从路口经过之后就开始产生大量烟雾，所以我们很确定这个是他所为。住伫附近的36岁姓齐的查甫人涉案，伊甲警方讲，发烟筒是拆船工作时伫船顶发现的，因为心情无好，啉烧酒了后摕去空地啊烧。制造社会的恐慌吧。警方早起甲人带登去警察局，依照违反社会特殊危害法来移送。当时高雄车站也出现真侪警察，因为网络社群 Trace 出现一篇文章，有网友讲主角张文是阮兄弟，下一个所在是高雄车站，这个恐吓的意味是真高。我都会带一个比较大的包包，然后里面放比较多东西。然后如果遇到比较就是奇怪的人，然后要攻击的话，可能就用包包甩他。尽量不要避免啦，尽量中
不能去的地方就是不要去啦。高雄车站甲捷运站是社会共所在，早起经前派34个警力来提升戒备。高雄市长陈其迈早起也去巡视，初步掌握是来自境外 IP。有6个，但1个排除，现在5个，然后在全力的追查，务必一定要把相关的可能的这个危害治安的这个分子这个强力的追查，务必逮捕到案。除了这个追查，这个文章来源包含重要场站，也有人真侪所在。高雄总共增派200多位警力来加强维安，来确保周末假日活动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交通的消息，台中一中上款人称在是吵，而且还佫有停车甲踏车等交通的问题。即马市府按说要推动友善环境的计划，禁止车辆出入一中的上款。不过，因为在地惊会影响店头的生意，所以意見是無啥共款，希望會當個討論。下晡2點也未到，街路上已經四界攏是人啊！台中市北區一中街人有夠多，車更加是無道入去。台中市府為了解決一中商區人車攬到等問題，想要推動行人行路區這優先環境的改善計劃。消息傳出了後，民眾反應無共款。變成不會常來，因為你難停車啊！你找個停車位要找那麼久。你也怕被開罰單，運貨的啦，或者什麼早一點的時間，他會有時候開得蠻快的，對，所以暫時，對。騎車人煩惱原本停車佫較歹停，生理人認為講對着提升交通安全有幫助。台中市府最近召開地方說明會，意見攏無同，煩惱改變消費者習慣，影響客源，也佫有時間期間無得應對這問題。當地民意代表認為，市府應該提出改善了後，有期增加人客，也佫有上機這數字，才有法度說服大家。让人车交杂的状况能够获得改善，是否也应该拿出具体的数字，让改善后预期增加的人潮跟商机能够持续增加，不是让一中商圈变得没落。同步向中央争取改善的经费，配合停车位的调整，来引导停车秩序。本计划目前为整体规划阶段，建设局将回应民众需求，持续推动检讨。台中市府讲，行人优先计划一中商区明年调查以太平路沿路支持度上悬，继续会向中央争取经费，同步改善当地停车问题。降低做生意的人因为影响，继续来听取民众意见，随时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天气乡亲，天气都要反寒，玉山甲雪山今仔日透早拢落雪啊，暗内东北季风增强，会较湿湿、较凉冷。气象署讲，后礼拜有2波东北季风会到位。遮方面，大台北甲东半部会有短暂雨，时间温度可能会降到14度。提醒乡亲，若出门都要会记得早雨伞、早雨帽，嘛爱穿雨袖。雪一直落来，地面甲树瓦拢一层白雪，亲像金色世界。玉山北风20透早5点45分开始落雪，到早起10点外，积雪差不多有1.5公分左右。气象署表示，受南风混合影响，全台水汽较济，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悬山有南山落雪机会。今天的话，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东部3500公尺高山，今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结冰或者是一些零星下雪的现象。暗过中昼过后，南风混合离开，各地落雨东区，到暗时东北季风达到增强，北台湾落雨几率各地悬，气温也偏凉。中南部时日夜温差大，下礼拜2至3东北季风小可减弱，暗过下礼拜3至4，各一波东北季风到位，强度比前一波较强。气象署有估计过，夜淡季低温可能有14度。都会区这边大概就是16度上下为主，那可能比较空旷地区不排除可能温度还在更低个1到2度。气象署提醒，下礼拜有2波东北季风连续到位，这方面的大台北甲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也较凉冷。民众出外时阵爱扎雨伞，也爱穿雨袖。东北部沿海甲恒春沿海爱注意有长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语作家康源出版新的诗集《Formosa 海牛》，内底有图会当看，嘛有录音会当听。这本册用台语诗，希望让大家看到咱台湾这块土地人文甲历史。八月翠青未瓜头，红菜云因牵条条。用台语诗描写台湾，也新明定定会看到宝贝仔。
嘛用诗作纪念大河林兴泰这个台湾文坛前辈。作家康源出版新诗集《福尔摩沙海牛》，用海牛来比喻台湾人庆祝打拼的精神，嘛用42首台语诗记录台湾文艺界高人各地头的历史文化地景。1932年迄阵无成功嘛，台语会发展这几年代志嘛，因为文学的物件才会当记伫人的头脑内底吼。咱希望讲会当透过文学的诗来甲咱台湾所有物件甲写落。康源指出，台湾伫1932年的台语文运动有一个澎湃文学甲音乐的创作，但是后来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推行国语政策，台语受打压，一直到这几年的台语创作才阁发展起来。即便伊的台语诗创作嘛，阁再邀请叶孙仔、牛一点来画图，希望透过文字甲图像的合作，用多元的媒介来呈现台语文学的多元性。画这本册的时阵，会听很多次阿公讲的台语诗，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照着那个他说的东西，让我自己有什么感觉，去画出来。我感觉讲，老师伊写的作品啊，伊是做搭近咱日常的生活，佮有加入因孙仔的画图的物件，会使吸引佮较侪无共款年纪的人来去欣赏伊的作品。康源表示，福尔摩沙海牛除了有文字、图画创作，每一篇诗嘛有提供台语录音通听，希望透过无共世代合作，和台语文学会当更较亲近生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若讲到美人鱼，真侪人拢会想到电影甲故事的角色。不过其实这除了表演的性质，嘛是一种无分年岁、无分性别水底运动，会当训练身体甲自我挑战。这几年伫台湾是愈来愈时行。稍等的7点半，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做伙来欣赏这个勇敢、佮有热情的美人鱼。心愿之灯为我们带来美人鱼公主的成年舞会之祝福。他们慢慢的游。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结合美人鱼表演的团队，透过水底剧场讲故事，传达减少用塑胶的理念。真鱼真活跳的表演，互现场的囡仔兄、囡仔姐，大家是看甲牙唔硬。海科馆4年来美人鱼的表演，请济人订，互环保教育更较趣味，更较活近生活。那我们是运用就是小朋友他对于美人鱼王国的好奇心，来发展结合这个美人鱼的跟简述的议题的剧场。不要慢慢的挥手，知道吗？好，膝盖拉长，胸口多一点，然后再慢慢不够。为思考到实际行动。有愈来愈侪人投入美人鱼的学习，若想要伫水底优雅自在安尼游，毋但需要想象，更较重要的是一届搁一届的练习，才会当实现像动画共款故事的情景。他们把优雅美好的形象呈现在今天的表演当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梦想跟动力。他们会知道说，他们游得越来越像鱼，而且他们从过程中间，他们有一天会跟我说：“老师，我觉得我真的是美人鱼哦。”演过大家拢都是讲，美人鱼敢若有女性，毋过即马无分老人囡仔、查甫查某，拢会当参与即个运动。有的人感觉是实现梦想，有的人是去伫舞台顶展现无共人鱼的风采。我的学生即马年纪啊，有20几岁，甲50岁，嘛有60岁。就是讲，你若有梦啊，你就会使来，不管你是查某的还是查某的，拢会使。就小时候有看过花莲海洋公园的美人鱼表演，也有男生，然后觉得很帅。然后男生的表演者很少，但就把它当做一个练习的目标。为环保教育，囡仔的梦想，到大人挑战自我甲实现，这个美人鱼的风潮伫台湾豆豆兴起来。因为伊毋但是表演，是互更较侪人看到勇气甲自由，也有更较侪追求梦想的可能性。记者洪条生5一手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明仔载天气啥款？咱做伙来看各地预报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14度至22度。还有这3日的气象。今仔日暗内天气开始反寒，提醒乡亲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得穿雨袖。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爱的梦》，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